再来关心劳保的消息，虽然讲政府一直话讲政府若无倒，劳保就袂倒，也不过劳工朋友依然真烦恼，因为劳保当年就了钱，就算政府当年拢开200亿，也不过这个坑依然是补袂甜。去年劳保稳重的负债恐惊已经超过10亿，报告嘛估计可能到2026年劳保就会破产。我讲过，政府若无倒，劳保绝对袂倒。倒算袂倒，不过劳保的债务煞真济。根据劳保局2018年债务精算报告，劳保50年来已经增加到9.1条，费负债200多亿，2020年负债487亿，今年预估会负债701亿，倒算政府添200亿，2026年嘛是恐惊会破产。因为现在每年的收进来的现金，相对于支出去的现金是不够的。大家若是拢抢来去申请劳保，资金真紧就会大底。当大家认为这个现金已经不够了，会破产、会见底了，那之前就会多来领。那多来领的话，那个财务的缺口就非常大。学者讲，上少爱一年1000亿以上，但年拨200亿是无够的，恐惊会影响到新劳退休的保障。不过来看劳退薪制，今年是有赚钱的。那分配超过1万元以上的劳工，大概有占45%；分配超过2万元以上劳工，大概占25%。那其中呢，介于2万到5万元之间的，大概占20%。劳退基金也就是头家每一个月拨予政府的6%，佮加上个人拨出来钱，算法是基金收益。以去年来看是1781亿，像个人专户大人金额，除全体专户每一工的金额，就是大人分配到的钱。因为投资本行，差不多543万人会当领上少1万，民众拢会当去劳保局的网站查。